在客家的题材里面，很多人用桐花，那或者是花布。我想表现的是，它有一个新客家的概念，并不是说很多人看到客家说哦，好 local 哦，但是我不认为啊。晕在琉璃上的蓝，敷在琉璃上的橙，对古佑胜而言是故乡客家文化的幻化。玻璃的材质它可以有一种效果，它有透光性，它可以做那种晕染的效果，但是很少人用蓝染跟丝染来做一个题材。做过美术、广告和商品设计，古佑胜擅长火绒细工艺术琉璃珠，融入客家元素，是想为家乡说故事。老师在做那个蓝染的那个琉璃珠的部分，觉得它可以结合这个客家的意象，觉得真的非常的棒。这个在里面，然后它是把它卷敷上去。开放工作室让更多人体验，则是引起共鸣最好的方式。可以来动难呢。我们是紧张来教你。哦，学生说看起来很难，老师说不用紧张，我教你。这是海陆腔。之前我们说空豆一难用，不是紧张矮高。染色的片状琉璃排列之后进窑炉，每个人都能即兴创作独一无二的饰品。在琉璃上画出 Q 版卡通人物，或是用螺丝结合琉璃做出螺丝超人娃娃，想象可以做出来的，古佑胜都一一实践它。琉璃的素材再跟绘画艺术把它结合，那这是我最想要的。客家图腾、客家意象运用在玻璃瓶、灯饰、编织、金属等媒材上，以不同方式思想创作，获得艺术百节金像奖的肯定，让古佑胜更有信心，继续在创作里呈现家乡文化和多元面向。空豆一难用不是紧张爱讲。空豆一难用不是紧张爱讲。谢谢宗仪老师。